我游出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带了一只螃蟹，吓着我就一直在那边拨，用水拨，然后你越拨它，它越紧张，它就用夹子夹到你的大腿，然后一夹到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夹着那个呼吸管，然后在我的前半就转头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有螃蟹，有螃蟹，好恐怖，真的，我必须说那个螃蟹真的超级恐怖。现在是看到我都会讲说，哦，你住海边吗？你又去海边玩了吗？人设不是住海边，你这样。可是总比晒的布局很好，因为我最近我1个月前我跑到海边，就想说在一个无人的沙滩上面躺在那边晒太阳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晒都是就是全身都是黑的，然后就只有一些重点部位是白的，就比基尼线是白的，然后我想说好，那都没有人，那就在国外不是很常就裸晒，全部啊，当然只有晒背部，当然只有晒背部，在台湾会被报警。所以你现在是有跑到潜水？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，海龟超级可爱，而且海龟是一个很亲近人类的一种动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教练一直提醒我说，海龟你碰到它你要罚30万，然后要罚30万。碰到就是不能触摸海龟，然后可是当我下潜的时候，海龟是会一直靠近我，我就心想说，我30万，你不要过来，就是它往哪里游，它就会一直靠近人，所以它是一个很亲近的。其实海底有很多生物都是你意想不到。那一天我游出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带了一只螃蟹。长这样好恐怖，真的，我必须说那个螃蟹真的超级恐怖。它在你身上，它可能在我的内衣或者是那个夹在那个你没有感觉。然后当我一直往外游的时候，越来越深，然后那里的高度大概是15米，非常的高。然后那个螃蟹呢，它就开始在我身上爬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它不想下去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在游，我心想说，哎呀，该不会遇到鬼了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有东西啊！我一回头看，哇，一只螃蟹，然后吓着我就一直在那边拨，用水拨，然后你越拨它，它越紧张，它就用夹子夹到你的大腿，然后一夹到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夹着那个呼吸管，然后在我的前半就转头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有螃蟹，有螃蟹。他说怎么会有螃蟹？然后他很兴奋，然后他就那样游过来，他说哎呀，好可爱的小螃蟹，他就也不帮我拨掉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赶那个螃蟹，想说看他会不会自己跳海，就是降下去。结果后来他就往我的那个比基尼线那边跑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他跑上去的时候，让我整个人就是快要崩溃了，然后我就整个很惊吓，然后我就直接用徒手这样把整个只抓起来。看到鱼脱队的时候，后来我要找教练找不到，然后我就一个人上升又下去，然后又上升下去，后来是有一个人游过来把我拎住，然后才把我带上岸。那时候没有很害怕吧？那是其实我蛮镇定的，就是我一直在看我的氧气量还有时间，我可以在水底待多久等待救援。然后一上岸之后，教练就直接跟我讲，他说你水性好，然后你胆子又大，然后你又不怕晒，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被演员耽误的潜水员。